头上，流到湖须，又流到他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，降在西安山。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5月7日，愿上帝祝福我们对今天圣经共读的经文能有更深的体会。今天的2篇诗篇是上行之诗的最后2篇。何谓上行之诗，我就不再重复，我们直接认识诗篇133篇。这篇的重点是赞美合一的甘甜，描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如同香膏贵重，甘露滋润，在神面前合一团结，便能领受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此诗的历史情境是，有学者认为背景可能是以色列在饱受长期的内战后，或支派分裂后，终于在希伯伦立大卫为王，实现短暂团结的时期。记载在撒母耳记下5章1到3节，内容场景是描述以色列12支派放下身份、职业与贫富差距，聚集在圣殿一同敬拜的讯息。主要的讯息是和睦同居被视为最善最美的状态，是基督徒相爱相通的具体展现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诗篇133篇第1节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第2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第3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逐节解释。第1节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看哪，这2个字是引人注意，表明这是一件极其重要，是神所喜悦的事。和睦同居原来意思是指在一起居住相处，不仅是没有争吵，更指同心合意，携手向前。善指实用与蒙福，指道德层面。美是指令人愉悦和谐，也就是美学层面。这一节背景是大卫时期经历内战后，百姓重归于好，或者是指以色列人相聚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合一场景。第2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贵重的油是指摩西膏抹大祭司亚伦时所用的圣膏油，极其珍贵馨香，代表神圣的祝祷与分别为圣。流到衣襟，象征这种合一的香气与祝福从领袖，也就是头，流向全体，也就是胡须、衣襟，影响深远，使圣徒合而为一。第3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黑门的甘露，黑门山高耸，常年有雪，象征丰沛的滋润，将之比喻降在南方干燥的锡安山。我们从地图上看，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，黑门山和锡安山分别在以色列的北方和南方，两山的间距大概200公里。为什么黑门的甘露会降在锡安山？
因为白天温度较高，黑门山上的积雪遇热蒸汽蒸发成为水蒸气，夜间气温降低，水蒸气凝结成露珠，在北风的作用下，露珠一路南下，落在百里之外相对比较矮的锡安山，使锡安山的土地得到滋润，万物生长。锡安山的甘露这一神奇的地理现象，隐藏着上帝奇妙的恩典，因为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象征合一带来生命、活力，滋润彼此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指的是合一，并非仅仅靠人努力，而是神主动的赏赐。永远的生命，在主里面合一的群体，不仅有当下的和谐，更享有永恒的祝福。总结第133篇教导我们，合一的基础在于爱与谦卑，是超自然的行动。在教会生活、家庭中，当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神圣的膏油与甘露便会降临，使我们经历神命定的福分。接着，诗篇134篇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，背景通常被认为是朝圣客在耶路撒冷圣殿庆典结束，即将回家前，在深夜或清晨，向守殿的祭司与利未人发出赞美邀请，随后得到祭司的祝福。这是一首结合了对神赞美与彼此祝福的短诗，描绘了日夜不息的敬拜场景。此篇的背景要点，上行之诗的终结，作为15首上行之诗，也就是诗篇120篇到134篇的总结。它完成了朝圣者从来到圣殿到离去的情感与敬拜旅程。夜间的敬拜，诗中提到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反映了祭司和利未人需要在圣殿中进行通宵侍奉，表明上帝的侍奉是昼夜不息的。朝圣者的祝福，当朝圣的百姓即将踏上归途时，他们对守夜的祭司说出一句称颂的话，感谢他们在深夜的坚守。祭司的回应，诗篇最后以祭司从锡安山发出的祝福回应。第3节体现了神与子民的双向祝福。背景场景描绘了神圣而寂静的深夜圣殿，侍奉者举手称颂耶和华的情景。这篇诗也代表着从圣殿的特定敬拜中归回日常生活，表明敬拜上帝应是不分昼夜，不受时空限制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34篇第1、第2节。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，称颂耶和华。第3节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此篇经文的解读1、2节，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。这句话是对夜间看守圣殿的祭司及利未人说的。夜间的敬拜象征即使在困难、冷清甚至灵性黑夜时，侍奉依然要持续。举手称颂，举手代表祈求与感恩，向神敞开自己。第3节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这是对上一段的回应，是朝圣者给予仆人的祝福。造天地的神强调上帝的伟大与能力，超越一切困难，从锡安赐福。锡安是神居住的象征，代表真实的同在与福分。从这篇学习侍奉的态度，从诗篇第134篇的纲目，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经过破碎与重整，
最终应如夜间祭司般忠心敬拜。这首诗总结了上行之诗从求告到称颂的生命转变，鼓励我们随时向神献上感恩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习，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与上帝连结，必然也会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就如约翰一书1章第3节所鼓励的，能在主里共享团契。不过我们要爱那看不见的上帝似乎比较容易，在现实生活中要实践圣经的话，又要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却不那么容易。圣经提醒我们，若父以及耶稣基督连结，就必定要与弟兄姐妹团契。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，又怎能爱看不见的主呢？人与人之间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，甚至因此结怨，常有所见。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明白什么是合一的生命。合一是我愿意接纳不同的你，并且愿意放下傲慢，谦卑地倾听你的声音。保罗也曾劝勉基督徒要谦逊、温柔、忍耐，以爱心互相宽容，以和平彼此联系，尽力保持圣灵所示合一的心。请参阅以弗所书4章2到3节。这是上主眼中美善的事，也是让人感到美好喜悦的事。愿你我都能实践这个教导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，你喜爱我们在你里面和睦同居，可是我们又常常做不到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来走这上行的道路。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，常常愿意竭力来保守在你里面合一的心。谢谢你，阿爸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共读到这里，愿神祝福大家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，浇在羊人头上，流到湖